因為咧，我事實上咧有好多嚟求助嗰啲係點咧？一嚟嘅時候咧，你已經精英限時啦，限時嘅時候佢會搶你手機啦，跟住搶你手機嘅時候咧會同你駁火啦。咁點解難咧？有時我哋去餐廳咧，當隔離個 BB 一嘈啦，即係1歲到2歲到咧，好得意你會見咧，佢就會將一個手機或者 iPad 就係擺喺個 BB 面前啊嘛，跟住好乖啦，但係咧好坦白。我諗咧，好多人都知道嗰個影響，但係你又知你冇得揀。又或者咧，如果要揀嘅時候，你要付代價好大。但係事實上咧，孩子咧6歲前高度去面對呢啲咁彩色嘅電子產品，而且個刺激度咁高咧，係直入你嘅後腦，直入你嘅潛意識。如果當佢好細嘅時候面對電子奶嘴嘅時候，佢荷爾蒙係極高度咧，已經喺度循環緊。而如果咁嘅時候，你會發現佢哋嘅追求嗰種嘅刺激，追求個力度，追求嗰個濃度係只會越多定越少啊？越多。呢個係一個研究，唔係我做，係啲科學家做嘅。其實咧，電子奶嘴咧，佢產生嗰個嘅快樂荷爾蒙啊，係等同第一次吸可卡因。對嗰啲小朋友，越細嘅小朋友，因為本身佢嘅大腦嗰個嘅 cognitive level， 即係佢意識層嗰個保護咧，未完全形成。咁即係話，當佢歲幾2歲不斷高度嘅喺度睇嘅時候咧，其實等同佢第一次乜嘢啊？食可卡因咁樣。孩子越細嘅時候咧，佢嗰個嘅可塑性係越高，而治未病係最關鍵嘅情況係。如果啲細路咧係2、3歲已經有電子奶嘴咧，個吸引幾乎你發覺你控制唔到，你會發現慢慢長大嘅時候咧，佢個專注力咧相對係點啊？係唔夠。同埋咧，好怕乜嘢？悶嘅。我係好鼓勵咧，係延遲，盡量延遲，係一個網絡電子嘅一啲工具。但係喺現實世界要增加嗰種吸引，以至到喺6歲前佢形成到對電子工具嗰種嘅引誘嗰種嘅抗逆力。